Hello， 大家好，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3月17號。雖然美股最近波動性大，但係冇改到花旗分析員睇好美股後市嘅觀點。雖然美國巨企例如科技七雄對標普500指數嘅回報關鍵，但係同時我哋見到唔同行業同埋市值嘅企業每股盈利增長嘅差距正係逐漸收窄。喺呢個趨勢之下，或者較有利投資者喺中小型股同埋價值股捕捉投資機會。標普500指數入面，科技七雄以外嘅493間成分股啱啱脫離盈利衰退，並喺2024年下半年恢復盈利增長。美股表現正係廣泛好轉。雖然科技七雄年初至今跌咗大概12.5%，但係週期性同埋防守性股票則喺2025年跑贏增長巨企，分別升咗5%同埋只係跌咗大概2%。目前科技七雄盈利增長正處於過去20年最高嘅10分位，加上最近調整，估值或者喺比較合理嘅水平。總括嚟講，花旗分析員嘅基本預測仍然預計美股會喺下半年回升，維持對標普500指數喺今年年底6500點嘅目標。屆時投資者可能已經消化咗而家大部分有關政策嘅不確定性，而將焦點轉移至2026年美股嘅基本面因素。今集嘅金融短評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